出。那么我们其实呢，除了大家看到这位真的是很美丽的维吾尔的女声乐家Rahima 小姐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同台以外，我们其他3位都不是。那其实我们很想要真正的这个维吾尔的优秀的音乐家前来，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的现在的状态比较不容易，能够申请到这个新疆的地区的音乐家来台湾演出。不过我们还是会尽我们的能力为各位呈现这个最好的，我们可以表现最好的一面。谢谢。Sayram